大家好，我係灣區頻道樂仔，今期帶大家嚟中山市嗰邊嚟啊！中山市可以講係世界名著嘅地方嚟嘅，呢度海外華人眾多嘅城市之一，而且港澳同胞亦特別多嚟嘅。咁呢度你就係你實旗個位置嚟啊！咁睇嗰個樓盤係金鷹半山花園嚟嘅。嗰度係商業嚟啊，整個商業配套係非常齊全嚟嘅。去香港、澳門有直達巴士嚟嘅，而且班次係特別多，有10幾班次嚟嘅。咁我呢依家睇下個樓盤個整體嘅情況先，入嚟睇一下。咁依家嚟到售樓部個位置啊，呢度係售樓部個沙盤嚟嘅。咁我呢在售呢就係7棟嚟嘅，7棟有140幾平方啦。依家只有係啲低樓層嘅，然後你在售個面積你有125平方個戶型，呢個戶型係主推嚟嘅，其他都冇啦，都係尾數比較多噶啦。咁依家個樓盤你總共你仲有係9棟嚟嘅咁啊。咁我呢睇下個位置啊，呢個位置呢就係我呢個樓盤個位置嚟嘅。咁周邊個配置呢都係非常齊全嚟嘅，國土局啊，即係行政中心啊，同交通情況啊，加埋教育資源啊，加埋嗰啲啲公園啊，各方面個遊玩地方啊，都係非常齊全嚟嘅，就係1公里嘅範圍內嚟嘅。所以我呢個樓盤個位置呢，就係地段係非常好嚟嘅。咁我呢依家去一下嗰個人物間嗰邊睇個125平方個戶型。依家就入到小區個位置嚟啊，可以睇下佢整個園林啊。咁呢度係大門個位置嚟嘅，咁後邊嗰度你就游泳池嚟啊。呢個花園嚟，佢係抬高式嚟嘅，非常高嘅地勢嚟嘅。咁喺整個實期當中都係首一首二個樓盤嚟嘅。咁你睇下佢周邊個園林景觀啊，都係非常有層次感嘅。咁我哋依家去樣板間睇一下先。依家就嚟到125平方個樣板間嚟啦，可以睇下佢個開間啊，都有4米多啲嘅開間嚟㗎，而且佢個深度呢度嘅深度非常深嚟㗎，而且空間感好大嘅。咁嚟到嗰邊呢就係大門個位置嚟啊，廚房嗰邊你就呢度你做咗個開放式嘅廚房嚟嘅，咁呢啲都係新拉嘅。咁呢個廚房係個位置嚟嘛，大門個膠標可以講算子母膠標嚟咁啦。咁入嚟呢個位置你度獨立個餐台個位置嚟啦，整個空間感係好充足，加埋佢個陽台下邊個開間啊都好大嚟㗎，都係非常充足嚟㗎。佢有開間有3米幾，然後寬度都有1.5米咁喎，寬度嚟嘅。咁入嚟嗰度睇下，嗰度你都會有一個衛生間嚟嘅。咁接咗嚟你呢度你都會做到一個小朋友個房，小朋友個房都會睇小區中心個位置游泳池嗰度嚟嘅。咁父母個房呢個位置就會更加靚好多啦。呢個位置啊，呢個視野視覺都係非常好嘅，直接樓下就係游泳池嚟啦。咁接咗嚟我呢去主人房嗰邊嚟睇下。呢個位置就係主人房嚟啊！主人房嘅空間係大好多嘅，因為125平方做到個3房2廳2衛嚟嘅。呢個主人房嘅整體空間咧都係非常方正嚟嘅，而且佢個飄窗位啊，睇園林個景觀嚟嘅，中心位置嚟嘅，景觀都係非常唔錯嚟嘅。咁呢套125平方就睇完咗啦，3房2廳2衛。價錢係幾多呢？毛坯價14000起步嚟嘅，咁裝修好個價錢係16000左右咁嘅。如果對嗰個中山市實期嗰套精裝3房感興趣嘅朋友，可以聯繫我嘅。